日嘅行程係神戶市立王子動物園出發啦！我哋先去猛獸區，好大隻亞洲象啊！仲有東北虎、遠東豹，佢個樣好似甩甩豬咁，仲有好大隻黑豹添啊！哇，佢啲肌肉好結實啊！隻雪豹好肥嘟嘟啊！仲有森林之王，同有佢老婆，好舒服喺度瞓緊覺。之後去鳥類區，但我淨係影咗孔雀，佢啲毛好靚啊。之後去小動物區，有樹熊、亞洲小水獺。水獺嘅體型係獺物種之中最細嘅一種，唔好睇佢哋小手短短咁，佢哋前端都有小爪噶。佢哋瞓覺個樣一樣都係咁可愛。小熊貓，佢哋最擅長爬樹。熊貓區可能太熱啦，所以出嚟兜咗個圈就返咗冷氣房啦。動物區實在太暗啦，所以冇影到相。熊館有白熊，但因為太熱，所以出咗嚟行一轉又返咗入去啦。好大隻飛熊啊！佢熱到伸晒條脷出嚟，佢原本諗住返去噶啦，但係聽到人叫佢又行返嚟。呢隻係西藏棕熊，仲有肥嘟嘟嘅日本熊，仲有好可愛嘅熊狸。熊熊館仲有山貓、兔猻。之後去人猿館，因為分唔到佢哋嘅種類，所以就唔逐一介紹啦。草食動物區有袋鼠、長頸鹿、驢仔、林羚，雄性係棕色，雌性係栗子色，仲有斑馬添啊！之後去企鵝館，佢哋玩水玩得好開心啊！6月嘅動物園，除咗可以睇動物之外，仲可以睇到唔同嘅花。6至7月仲種滿晒繡球花。通常花期係6至7月，但係6月嘅繡球花係開得特別好嘅。拜拜。